迎大家嚟臨2025金沙物美嘉年華開幕儀式。3、2、1。回想起6年前呢，我哋喺疫情期間就諗下，不如做一個免費嘅平台，俾佢哋喺度銷售下。做完1年之後呢，嗰個效果非常之好，因為我哋呢個新嘅模式呢，係將中小企同我哋嘅零售品牌聯動擺埋一齊。到今年第6年都係唔收錢嘅，全部係支持我哋嘅中小企。社服機構到今年係增加到19間，多謝你哋所有人嘅支持，令到金沙物美嘉年華可以1年又1年咁辦落去。多謝大家。